一口税尽千古事，十载半淹百万兵。咱国内传统的布袋戏，即马有结合科技导演，找出新的出路啊！即马有动画的导演和一个城古州掌中剧团合作，把外台戏搬到101的观景台内面，用4大面一个导演的布景，互民众浸伫咧布袋戏的文化内面。即马这导演也等咧规个讲，要和国际音乐艺术节合作，希望会当互世界看到咱台湾的布袋戏。 七彩的导演光线闪闪烁，民众坐伫咧银幕内底看齐天大圣孙悟空安怎定海神针去搬西东，甲东山庄救出来。 结合40台导演机、4大面的宽纵银幕，这新形态的电影布袋戏头摆搬入台北101观景台，民众看了拢学了解得知。庙口咧看布袋戏的时阵啊，迄个感觉就是无遮尔济、无遮尔刺激的物件，会互咱感觉就是就无共款，就新鲜的就对啊。呈现出来就好像跟你很近，然后那个镭射光那些也是觉得。 它变换得蛮好的。做动画出身的老玉秋导演，希望透过家己上内行的科技动画技术，重现庙口的布袋戏。目标是2年内要杀8出科技布袋戏，而且要用4台导演机，让台湾文化在咧各县市行透透。这是我第一次自己。 租场地，然后自己做活动，然后自己做表演，自己售票，也希望把这个作品呢，用很简单的方式可以打包，可以就是到别的国外参加一些艺术节啊，然后戏偶节啊这样子。咱沉浸式这算头一摆的结合嘛，咱嘛希望讲试一下水温，可能伫后壁的演出内底，反正有一寡特殊的场，咱可能就孙悟空啊、蜘蛛遮，咱的野翁的师傅。 配合着咱的导演来做演出，这嘛是会用个后壁用个参考的方向。做布袋戏超过30年的王英俊表示，疫情致使传统演出行出新出路。不过，敢有法度真做成功的商业模式，要爱靠观众支持。也那即阵当伫咧甲日本和澳洲季接，希望伫咧国际音乐节播送，让世界看到台湾。记者阿敏晶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